讲到吃饼，唔可能会先面到新竹、新埔、北埔。讲到吃的，它会面到嘉义、番路。其实苗栗公馆咪系主要嘅产地之一，人家全公馆差唔多种嘅8个甲档嘅牛心翅，都系4月的公馆乡主要嘅态路，做不是路看得到卖水翅嘅摊呢，睇百货公司也看得到公馆出产嘅翅饼。也多年来受到中国进口高小翅饼嘅冲击，公馆嘅翅农也希望提升品质，希望做出提升。新年的公馆河牌天气，咱都可能到达到当季的翅的，这也是翅农最无限的时节。干就单枪做。是的。是的，嘿嘿。那你今年无限？你无限只有在2月的啦，嘿啦，平常都较旱啦，就杂志的进攻，你那边无杂志的，也唔是进攻啊，你都唔怕。迄因为人迄有天然的量，我速度你无杂有要风台啦，古时就冲来拖的时间呢。总有4个人加倍路径苗啦，路径原料很贴，种刺的经营20人年，规则河牌天气1半以上的刺的业。都係家條負責治理，所以講係公館嘅刺嘅太旺。因為遐農業家，但是唔會做穩嘛，較農業化，嗰種也做後生嘅，做精緻農業用嘅，但是呢矮化。古時話你做怎會有成品，怎會刺怎會按獎啦？呢條白刺嘅樹嘅果土，受光最有2層樓按角，古所一摘嘅時節是要開啲樹擔，當接是要當到嘅原料，一下經過矮化過後嘅刺嘅樹，用一些嘅原料。做出來有比頭擺更加多嘅產量。為養係矮化咯，係唔是係一公人摘，頭擺將摘到300斤，養係摘嘅，像係啲人摘到1000斤多平均啊。你頭擺100上100下。哎呦，頭擺是上樹嘅，怎麼摘佢都上樹嘅哦。我養唔是上樹，有技巧呢，沒有烏白摘那樣哈。就算唔是摩登，高數會團體嘅風險，佢都樹當以摘刺嘅，唔過摘刺嘅係需要經驗和技巧，真唔好出現當道嘅落果。本面皮較薄嘅刺嘅灼傷，碰上小塊嘅地步會就痕跡啊。冇呢有啲唔用啊。嘿，那個都以前是角度嘅啦，一早哈之前的角度就會變得有一點黑黑，你們小塊的就會糊。伊啊真是就是羅布人嘅智慧啊！伊啊認為你講鹽咧，都冇辦法摘嘅，佢要做一3隻點嚟卡，所以用剪了拗下去嘅意思。啊，邊度講唔用嘅咯？摘色了個背下去有冇？古樹佢刺嘅就會跌落嚟，一隻兩秒嘅。苗栗縣公館鄉嘅刺嘅，大概有150人公頃。老新竹嘅新埔、嘉義嘅番路係全台3大刺嘅產區，同新竹種植刺嘅為主無分別。苗栗公館到嘉義番路，但是係種牛心刺。全部都講到嘉義，其實人家公館嘅吼，苗栗公館嘅刺吼，真好食。比其他我味嘅刺要甜度較少，人家就較硬質，較結實呢，較結，冇按太粒，人家就吃青太多按的，有的其他像干葉太多按它，那伊就好，甜度也用這樣就比較有差啦。但是都講土質有正差，氣候有正差，嗰種伊也偏為主，種嘅品質較好，嗰種也就全部以開礦一河牌一隻天氣嘛為中心啊呢。刺長喺大時節，但是喺啲半夜半切，一時節苗栗天氣要同接度到落雨，甚至要面對風災，故所要種出好色嘅刺葉，啲治理學再多做一系列，羅湖兩兄弟做啲曙光嘅項混色，來克服水分踢足嘅問題。喺落雨嘅下，你話水分當就一次嘅水分你冇開化嘅下吼，當乜落過當嚴重，所以人要用斷水，你冇。俺人沒用眼線的，他用水機啊，那機一看落去，以水分就唔會儲完到上去吼，還沒讓結果，讓它結。公館的牛心刺，但是係強硬做水刺嘅，故所做唔得正結，刺風嘅掙扎。人家唔做點做刺餅咩？人家浸水啊做的。你做翅餅，你做摘開風的，浸水也冇像風，較脆。係安尼拌啊？因為比較脆啊。
铁粉就泡我就安尼，就烂铁的也米香啊吼，铁粉就泡我就软铁，我烂铁，嘿，也就水上是唔安尼水上就安尼一冬天粉啦，也就米都用铁粉，就这么就要裂开了。伊个就安尼卡吼，卡到盐卡喺种哈，就要出水哈，就出水，这样出水。做水池的人，买强势的池的高效，都会进到水通度来脱色。不过，某啲天气的脱色方式，留其他天气更易释放无红药，係用到的盐，留强池的切做成池胆，加到水底度，改变其的酸碱值，甚至于高效，口感就会变到动车。所以吃淡水啊，吼，就这样浸落去，底头方要湿水落去，这样唔会夹，要脱出来，夹米要脱出来。用南浦浸的拍拍啊，南浦浸的拍拍就用砂锅浸的啊。哦。你有买吃的有看到嘛？按碰拍的呀，佮其浸砂锅的呀。挨一点唔敢要。就算做为粗朴的加工，不过水池的总共还係遲做愛食，無法變當久。故說浸水池的一旦是用煮溫的方式，啲條白遇到池的太出，水池的收入唔好的情況下，農民但是可能達到當季的池的山無奈何。要你賣當季哦，兩三天啊，就要賣俾佢，冇兩百年，還要確到嘅啦，浸出嚟吼，我5點啦就，安尼，就我爛鐵啦。甚至連影響駕駛好快，多一些咧本人看到的機會的池的評鑑比賽，一見其他人唔識其他呢，一連帶點影響收入。好噶當多，那有得獎啊，拿出去吼，品牌大家都有認同啦，你嘛，讓我就靠好賣啊。農業冇攀嘅，農業也冇攀多件啊，80年攀多件啊，今年都99年了，就唔是攀過嘅。啊哈，還有張油州吃餅。多位吃的多位啊，這唔去啊，買唔去啊，當做吃餅咩？當幾日就南部那個新埔人當做吃餅咩？人當去個門當吹簫，買到幾便宜，買到幾便宜。講講農民想要投吃的買到新埔，稍面對牛心池冇聽做適合做吃餅的困難，故所除咗要維持牛心池的品質以外，還靠講拓新埔加工業者。很改良用牛心池來做吃餅，因為其種設施主要做吃餅為主，人家以前做炊事，上嘅炊事嘅安尼為主。就種南部用以前佢們做上吃嘅，就種牛心池，但是還有牛心池用嘅呢，用十分太長，我改良都做吃餅。啊，拜託人家家私就把握對方嘅需求，故所供應做吃餅嘅家私，一旦是比做水池嘅還較大。太敢賣要賣吃餅了，吃餅冇價值啊！你將來再到新竹，差不多11、2塊而已啊。矮些餅的這個那邊，人家來摘就20塊啊。就算家私精減國減，生產得到的時節，也較愛掉的安賣。不過有時節想安賣，三無天錯有人想安賣，此農當家係賣唔出業都轉來。以前要看天時啊，天時好，我就拿開始；天時唔好，就說最準了喲。最準係聽我嘢，聽完就最準意啊！係啦。唔過唔摘下就變咗變幾叫啊！你像安尼上啊，變咗3、4年1禮拜還唔哈？唔好確到嘅哈，1禮拜不會壞。20年前，公館地區一開始有人相愛，都先做合做吃餅嘅事業，希望做改變公館事業到新埔。本人凊彩現家命運。按講去咗70年了吼，家人家嚟種嘅樹誒，尤其係買啲天氣啊，全部都供應做水池嘅嘛。水池有時都到太凍家就當派市啊，吼買啲市場去買冇價錢啊。所以我個本身係自家有卡也有種藥當塊嘅面積，所以我哋就會講老人家，我看老人家都講更唔講依賴好啦。哦，好在也做吃餅的個樹葉啊。愛浸醬咯，愛浸油肉，也油肉，安尼，然後冇浸嘛，就泡嘅。也所以講係按經驗就驗必裝，按驗必裝開來，加個一樣嘅細孔啊，
因为个毛细孔装开来係把水分排出來的呀，排水的呀念啊，所以要念到字幕早要啷個標，要再拍要再拍，拍到一天嘅早度。技術容易學，經驗要做得累積。不過天然嘅氣候，三無天窗做得好，因為苗栗冇強有太熱九光風，冇辦法天然嘅採造。啲公館吃餅加工廠爭成立嘅時節，做嚟講遇到當多困難。一直到4年過後，班長林海綿拜託研究嘅廚師採造機器，將天天嘅變好。我哋目前所使用嘅乾燥方式，甚至會比太陽曬方式較好。畢竟呢，佢嘅天氣、佢嘅風乾嘅條件相當嘅平穩，做出吃餅也當然，唔會話皮噴度。無天窗係因為唔好嘅環境，本唔肯放棄嘅林海綿還較有新嘅轉機，因為廚師採造機做了24點鐘，無天平穩嘅採造試驗，日產率甚至達到5000斤，一下變作全國最大嘅吃餅加工廠。一個較家庭式嘅方式，我都較像一隻工廠樣啦，一般家庭式做一樣啊，一代接一代都跑，畢竟人愛的是咩啊？然後整頓都有隻生產線出來。生產量安大，都做唔得像意識經驗來管理。林海綿還較透過詳細嘅生產記錄，本規則嘅生產過程清清楚楚。慢經驗看多沒問眼黃批發，對嘛？因為做案多嘛，就因為我哋目前差唔多喺正常跑次嘅啊，一年當中跑5000斤左右啊。半夜下來，當你落場都有看到4萬斤嘅吃餅，比較熱啦，比較在這邊打滾啦。所以我哋喺磨要排隊同埋也裝訂啊，全部搞唔清楚啊。因為好嘅產品都需要好嘅行銷通路，因為公館吃餅起步較慢，我攞新埔吃餅競爭也遇到困難。故所主要嘅市場係喺苗栗地區為主，大部分係府區內範圍內一片批發。為了搶攻當地嘅市場，按多年來林海綿也開始喺度做包裝嘅研發，想用精緻嘅包裝來贏贏。因為美啲嘅吃嘅同家己比較起來，較慢嘅，啲做愛的20年前，甚至1年前嘅都開始真正嘅建做嘅。所以講，從態度來講咪同樣，美啲吃餅忙出態度最近多美啲來啊！所以我哋冇在研究，而哋較講也市場嘅範圍有啲擴張啦，甚至係賣較高，即係較精緻包一些，賣到百貨公司度行去，甚至睇下較按樣來講，對我哋出路上有幫助啊！輕重要就菜體嘅品牌，能夠喺賣老嘅包裝、行銷、市場通路，咁樣出去就菜體嘅特色啦。私人嘅形容，我菜體嘅品牌能夠為它多的，以前就餅就乾嘅，而家開始有酒、有汁、有醬，能夠有餅等等，去推出它多嘅產品，它多嘅品樣啦。公館吃餅嘅困難，實也係賣水池嘅業者所面對嘅問題。就算公館水池有好嘅品質，實也因為包裝變咗地方特產嘅皮革。這個火種子呢，裝出嚟都冇用啊。這個包裝，這個精緻包裝，那個也假使就賣出嚟，對嗎？你們看馬東西，你說你要包裝，你冇包裝，那個只在看那個，我講嘅東西就變也沒有價值。攞其他地區做嘅方式唔一樣，本公館水池嘅也係吃餅嘅口感當有特色。就算名聲冇像老闆嘅安好，外界也一手面啲。不過當地吃農相信，真金唔驚火烈，只要品質好，公館吃嘅總有一日都得隨手出現。我哋看到吃嘅農嘅三網大餅，看到一群志工同青年呢，對大自然萬物的痛下屯尊重，韓國改變當中嘅金瓜沙，也都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算自行愛提供，每場同我哋聯絡，再會。